在日新闻来关心南投的消息，南投国姓乡这个财政砂糖局话讲是10月间，也是一喙间差不多有10架地，目前进入这个采收期。不过因为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今年收成的产量差不多差有3成，平均的价数嘛比往年较悬。不过无影响到水果品质，因为是今年的口感特别香甜高汁，滋味真赞。 最近国姓乡的砂糖柑开始大出，农民嘛无用咧采收，因为气候的影响，今年的产量减2-3成。啊，阮这是好哩有水用毛大条来灌溉，啊嘛是也有较湿啦，啊湿几啊限2成。 农民甲买来的水果进行清洁汰选，而且分级包装。虽然最近3个月无落雨，不过水果的品质颠倒，搁较香甜，搁较高汁。肥料施肥了好吼，大细了拢真好食。伊的甜度真悬，今年吼切起来吼有13度以上。伫差不多伫新历过年进前吼，就差不多会满煞。 今年国姓乡的砂糖柑品质口感拢真好，农民嘛要建议民众会使选较细粒的，香气会较足，口感的酸甜比例嘛较适中，肉质嘛较油。